为着要让学生探索家己的兴趣，台南一中伫校内办理微课程，其中 DNA 科学甲应用是由中甲集团甲国立成功大学合作，由陈少燕老师带领，设计为期5礼拜课程内容，除了原本的科学应用，更加高中生物知识加深加工。我们有用引导式的探究，带孩子做一些实验。有关就是如果是生物在压力之下，它的那个再生能力是不是会改变，等等，那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要写成小论文海报。学生以上简单的种绿豆、为生长过程、断根等植物特征来观察，透过分组进行讨论，以小论文海报的方式记录，搁上台向大家报告。过程当中虽然辛苦，但是透过家己动手做实验，互因学习到足侪物件。他有教我们一些生物的知识，因为在我们学校，生物是2年级开始上的。那他如果有提前教我们这些知识，我们就会在2年级就会比较得心应手一点。与其去看课本上的做实验，其实用自己亲手做实验的话，其实这样的话比较有实用性，因为你要自己亲手做，才可以发现说这个实验的难处是什么，然后跟这个实验的你学到了什么东西。例如我学到就是种绿豆的时候，其实一开始养我们也是死的，所以也没有像上面讲的那么简单。我跟他们设计好的实验，但是中间会有很多的弹性，让他们去选择。例如说，他们要选择怎样的次级代谢物，怎么样的落叶，他们每一组有空间自己选择。那最后呢，就是训练他们表达与分享。写论文当中他们会练习怎么样整理数据，怎么样分析数据，怎么样论述，然后最后呢，表达分享是一个很好的训练。中甲集团长期关心教育，为108年开始。伫台南女中、台南一中、台南二中以及嘉义高中，拢有赞助微课程，佮加上甲生态合作，帮助高中甲大学之间进行人才培育，善尽企业社会责任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